这个不会胖。哦，还有，我爱跟杀猪就看太给。所以很重量用讲啊，还有蒙音感受嘞。就先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那你要手叉腰，手叉腰，或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漂亮的 pose， 你都可以摆出来。对不起，他没有腰哎。没有，我就窝在那个像腰的地方。356那冲啊，心路开哟，莫冲过的心爽，老年大擂台，老年冲下来。哎呦，因为 echo 有人台上要冲过时间。哎呦，对，现场效果嘅感觉，现场效果懂好啊。嘿，好，亚洲马拉松的金行基本的比赛啦，吼，安尼马上是做安尼流行歌曲组的鲍威郑巴水，但是介绍一下目前那个呢 V 面炸还蛮赢的，罗浩言，还有 V 面几多关啊？3关的哈，3关哈，3关哈。哎呦，你看安尼。那个罗凤英个一厉害，先从这个矮的香楼，对吧？V 面炸香楼，你是硬要跟他 Q 在一起？对啊，你看我们另外一个参赛者没香楼，对吧？菜油还香楼，好，其他冇香楼的没当优秀，哈，没当厉害。好了，马上进行比赛。好了，比赛之前的介绍呢，品胜欣赏。亚卡许欣赏，启示币欣赏 ，Yusuki 蛤蟆老师。王艺云先生，哎，好了，欣赏介绍他了哦，马上进行比赛了。TV 有枪都会满意了。TV 是你的新朋友，田秋生。还有姓田的啦，哈。田啊，姓田的，应该家里蛮有钱，对吗？来自人的后山，法林的福利。还有田桥兄的朋友哈，田秋生。田秋生，田秋生带来请关。来，躺个了。总算到那一江，阿哥情到乱了心，有送有对是马达，快记莫送单身狗。还有，阿神景吼，你好，来，参加歌唱比赛是一个很好的行销方式，是的啦，哎呀，最主要是来行销给个。待会可以清理会啊，他讲迄7家种呢，7家种哦，梅子自己种呢，自种自腌自产自销，哇那些人是一张，哎呦，你还买两。脆梅，你还你去干做脆梅，重点就在脆不脆。好，对，是有糖豆沙吗？有吗？有。
哦，因为你说什么？我们怕酸梅，我怕酸呐。酸好哎，不会诶，嘞，不会酸为什么清酸嘞。酸它是碱性的呢。碱性的啊。它虽然很酸，但是它的碱性对身体真好。真好哦，应该自己的东西自己煲，较袂臭臭。厉没按啦很好的 sales。敢会清酸？不会啦吼。唔会啊，很酸吗？不会啦唔，会啦太夸张，不会啦不会啦，真的不会啦，不会，一点这个不会，轻甜。一点酸味都没有。你还嘛个，都嘛个种脆梅、两梨子梅、脆梅。脆梅绿叶梅，哎呀嘞，这应该是腌比较久的茶梅哦用，茶去腌的梅。好嘞哦好嘞吃光了试试看。这应该很润喉。那还蛮 Q 的。happy，啊不酸嘛，有较酸的，有较酸一点有点。哈密斯的。嘿臭。通通嘛，那可以是按干苦嘞。哎，你不能去做美食节目呢，罗哥。哦，真的爽。两米头有它重一些的，它哈密些。这个好，嘿，好吃酸的都是那种嘿嘿，茶梅。做的，要亚洲的泡泡茶，亚洲黑吗？两枚，两黑梅精，哦，梅梅精哦。精哦，哦，这好像没有拌匀呢。哦，你在带啊？都较会酸有一些哦。糖哎。这是高浓我刚敢吃到缩，给蜜头青雄，很香，它是没有加糖的，对不对它？某加糖哎，完全冇，佢嘿迄高浓缩的。吃两不会皮，啊，吃这个不会胖。哦，系哦，讲来见实就太嘅。所以很重的用讲啊，还有某人敢吃嘞。没啦，这种代言人不行哎，呀，吃俩哈就会穷哎，变成那用。哦，还有吼，还有做的啦人吼，哦，还有吼，后生。好了，冲水的唐青山共也是我评价。们花莲的乡亲。哎嘉修老师你唱歌实在你都要紧张，咩就都是暗暗的紧张哦。嘿，啊，还有吼，较细嘅素材，就像讲，像米线，像锌，米线吼，它一个人很长，你要咬死而那个上火，锌到尾你要合起来，啊，你跳绳就摸合起来，太紧张的啦，他连间奏都直接跳过去了，嘿，啊，系冇吼，动完就一搏嘅嘛，你要歇困一下，再过来嘛，你摸歇直接冲入去啊。那我们那个小康很厉害，直接帮你补上去。不过爱烫酒啦，哦，所以不过喊牌转过来嘛，吼，我是莫讲伊根本就输体的啦，我讲喊牌拿就机会个下，吼，伊就莫按严重。哦，莫请打松哈，加油！好，温先生，糖豆白头，K M D 啊，用讲唐玉人咩请可以哈，书张迪啦吼，可以哈，好，看一下田秋生跟分数。90分嘛90分啊，90分就某一天咯，留下的几率某一个，但是唔怕，今日真难讲，目的有太多的，那个任务有完成。你给使用雅富卡嘅产品的吼。对呀，哈，有限时间在田桥兄给我卡掉了哈，对呀，好，安子生，好，谢梦怡，好，可以做消息哈，安子生。啊，我们的节目很多元呢，真的哈，妹妹，好，又厚丝又厚糖，太好，好吃好喝好聊，好来杀下来呀 V， 嘿，卤菜又带来，因为爱你爱张迪，好来躺好了。因為愛你愛唱的。亞叔哥，照理來講，應該創有一種甜甜的感覺。不過在這裡面，我感覺不到你有談戀愛。你有談過戀愛嗎？有啊，她跟男朋友在醫院看鬼片。心肝冰崩跳无停，敬重嘅心情，春送愛
來嘅小事，看你小愛心中安分喜。想來對你表心意，又驚你會唔答應，終點又好天意，愛嘅心。为什么会皱眉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皱眉头？眉头一皱，案情不单纯。摸啦。对啊，没关系，放松心情，我们来聊天一下。OK，讲让你开心的事情。对，有什么事情你是开心的？常共本人讲他讲哦。系啊，双白爱，我朋友，我朋友对，突然就密我，然后他就标了，就是在 IG 有发现实动态，就是有发我以前比赛的影片，然后他就说比赛的样片，他就说我以前跟现在差不多，一样黑，一样黑哦。然后就有小聊一下，然后他就说他上礼拜有看那个节目，有看到有一幕就是在讲爸爸的事情，那个冲给后代爸，对，他就说他有被感动到，然后他就说我哭的时候很漂亮，有凄美的感觉。对，叫我多哭一点。真的吗？对啊，叫你上节目不要太开心，是不是？他说我哭的时候比较正。正，他是这样形容吗？正哦，正点哦，你当真了？那你要不要多哭一点啊？对啊，还是在老师讲评后再哭好。对啊，对，看一下，搞不好等一下就哭了，真的。不会啦，像士兵情商。对，好，彩柔，其實有數個位啊，對於後生人來講嘅話，應該它會有一種很甜美的感覺，有一種甜甜的、甜美的感覺。今天其實我加看現有數個嘅時間，其實我蠻期待，我蠻期待佢哋唱歌嘅表現嘅部分。基本上你沒有什麼大錯，冇乜唔錯嘅地方。不過如果咧，我一直從頭前開始彈到後背來，那我希望把我的感覺分享給你，分享俾你哈。所以講，大家講，要數個照理來講，應該從一種甜，一種其他感情啲嘢嘅神腔出現一個聲音的感覺，還有出現一種色彩的感覺。不過在這裡面，我感覺不到你有談戀愛，你有談過戀愛嗎？哦有啊，他跟男朋友在醫院看鬼片，真的嗎？幾次？幾多次？什麼幾次？交過幾個？兩次。哦，啊，都到幾嘞？這個他媽媽會看，怎麼可以說？我們私底下再說。OK，我希望一種甜的感覺，發天東洋嘅神腔，發神東洋嘅神腔，可是我感覺不到。還有，因為如果回到技巧來講，你前邊的嗓音、中音的部分都沒有問題，可是低音跟高音，低的低不下去，高的上不去。所以 MD 到後背來，我總覺得你已經開始心不在焉了。好，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到你切感
没有表现好，你自己已经开始出现慌乱的状态。所以我希望讲在这上头，我希望你能够进去这歌里面的精髓。其实你从国外就会进去里面的歌的精髓，你才不会让自己慌张。也係我希望你做到的提防啦。所以你产生那种有喜有无嘛有力的感觉的部分太明显，所以你反而会抓不住。你想要唱的歌的歌型。你会抓不住那个感觉，所以你想要跳又不敢跳，想要唱又唱不出来，然后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好，不过呢，基本上还是稳稳的唱完，就这个部分可能还好，你在这上头有问下来，安子 say。好，对，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嘛，对不对？那个表情一变，台几个都低。本来唱开心，然后一下，他为什么眉头皱着？中段的时候，没，害我们也替你紧张一下，真的，哈死你那个好紧。卖自己的吓自己。我以前有一首歌，对，好了，来看一下给个粉丝，看一下老蔡有跟我们说，對你嚟講冇千個款哦，唔該聊下來冇問題。對呀，那還好有個田秋生，田僑兄的妹妹在你下面墊個，不然你真的嘿呀，危險嘛！哎呀，我們羅家人的臉，對啦，歐北來的歐北來，太傷咗嘛！係啊，在台上演出就是要不慌不亂哈。哎呀，唔記得歌詞啊嘛，該吼就會。就是不能被發現，但是不行的，狗衝必須狗衝必須做唔得啦。歌詞哦，就條下嘅樣，那個臉太明顯了。太明顯，你不要，哎呀，真的是，你覺得自己嚇到，老師可能搞不好在那邊享受，在那邊聽的時候，哎，看到兩個表情，哎，他會特別注意一下。真的，剛剛發生什麼事？真的，我注意。好嘞，殺下來，殺落去，正好面帶來思見言行。來，彈完啦。
泰国真泰国颜色真的很强，真讲吼，大银又粉粉那样，其实我们有讲过佢嘅公差司机，对对，有按多年呢，41多年，也退休的嘛，是有。20也有半退休了，半退休差不多23年都视察了，我是公差差不多23年，23年，啊，当中讲真的，吼，路况有当到马路如虎口，对啊，会堵到吗？我有乜嘅发生乜状况？状况是遇到啦，我还印象有一种嘅吼，我去做咪在嘅样嘅太湖农工，太湖在嘅後龍，因為多嘅樣嘅太平洋，太平洋，記得，因我見過太平洋咯，上衣嘅因為我那啲有路線，路線啊，然後一隻站，然後路線，對，所以有一擺到太平洋嘅，跟住當床，溜架呀，跟啊速度是用低速檔，差唔多說，因為長期路程太湖都。後龍是差唔多4點過鐘，有時人坐，有時頭擺嘅樣茶，還唔係講嘅樣嘅，咁樣講黑綠茶，所以是羅中雅還有個乜嘅 ABS 有嘅模，所以要慢慢當啊多嘅樣，難嘅了解，記到嗰個樣感覺樣可能嘅樣剎車皮。聯合工專嘅下衣嘅啦，對，記得，所以有一次要擦到最後冇辦法到就，我都嘛要突然碰一下，哎呦，哇，竟然係冇嘛啦，竟然速度是動慢，好彩嘅好彩，學生同到那3-4嘅一個黑長啦，前面都已經鬆脱啦，所以講嘢都記得係因為後龍。記者嗬，學生嘅黑色，記得學生嘅啲坐到茶公差都往啲做乜嘅？見到坐得就坐得然後做嘛，安全下。你還有手機嘅好法啦。我們以前都很喜歡坐在最後一排。做嘛？對啊，尤其小康老師。小康。他爸爸以前坐公車都坐最後一排。然後跟他女朋友。哎呀，都坐最後一排。還要帶着外套這樣嗎？對啊，後來就變他媽媽了。對啊。對啊，小康老師就在公車上生的。哇，是這樣啊。對啊。因為有公車才有小康老師。好了 ，OK， 來，唐先生來公平啦，嚟。搶蛤蟆老師，小琪先生。他都應該相同問題。單年期唱歌技巧其實更人的這個自信度非常強。這樣。阿哥有幾點呢？就講，要建議就你換氣的那個部分哈。我們這個聲樂唱法換氣，通常如果你沒有閉嘴，那所以我沒有閉起來的話，你吸氣是這樣吸的，是在喉腔。像我們剛剛那個羅美美哈，給她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她是內收音壓喉音。所以你都會不會？你看他每一句在耳機裡面都是斷音，每一句都斷音。那大哥你中國的技巧比較好，你單田你比較比他巧嘛。所以你大概都唱了3-4拍之後會斷，他是第一拍就斷了，每一句都斷。所以為什麼人家評審啲耳機底被彈，給他獻唱的時候佢彈不出來，佢感覺哦我唱得當好，但人家評審表情越來越複雜一樣版，就耳機裡面第2拍、第3拍都斷，而且每一句都斷。你要做那聲音推音壓喉音嘛，所以大哥回去練一個東西。你要進前聲部的時候，你就必須要回去，你試看看，閉口吸氣。你只要把嘴巴閉起來吸氣，然後不要抬頭，嘴巴閉起來吸氣之後，你低頭，你的數來一來，我看你的丹田就會比現在多3-4分。不要這樣拉，這個叫內收音，你要把它轉過來，這個叫外放音。外放音，只要過了頭，你整首歌最高音的部分，你只要過了頭，它頻率會往上飛。你要建議一下，所以一定要閉口吸氣，你的聲音的穩定才會拉。好，謝謝老師，謝謝，謝謝。是嗎？好，看一下表格分數，好，看一下最後面的分數。冇問題啊，有分數留下來，先恭喜啦哈，謝謝，安子謝，好，在邊當坐好了，謝，好，對啊，我是白，真嘅，好，親友客家啱講嘅精神，對，好啦，沙下來阿 V， 沙來係強威總帶來阿妹嘅松樹，來，彈開啦哈。
相牵起阿妹的松树，轻轻的看阿妹的面容，无情岁月不留情。点点滴滴客算了了台路，为情走像甘露，为情到有缘负，你不惊风霜浪路。手强自来诉苦，最为太阿妹给你松树。退休用泰国台电人员呐，没对台电人员对啊，那台湾的贡献的动态呢，上山下海的嘞，对，有的个工程人员，辛苦，山当风个电塔当风天线啊，个多危险呢，冇简单呢，冇简单哦，咩半夜做在做那个，系啊，跟好家真是做内部的，那个冇做过嘅，我去做过啊，你有做过，张奎时的时间，电门管贴到去半天，技术冇慢慢大概长途，贴去半天天。后上的时间啦，个长途还蛮多，反正啊，技术很有用分哦，可以班，给当不会喊他长途哈好，成绩更高的，冇错，需要更多技术吧？领班该对吼，佢该技术还好，他该写那些唔会落体了。哎呦，有场子跟台风样的时节，跟腿天呢，哇！对，也有看过一些视频啊，他们在那个真的就雕的呢，哦，还安全设施还是要有。该有，突然找贵机，对，这是个懂得影响。天的公司找贵机。好，谢谢，真的贡献很大，真的。台电真的。哎呀，好，来，唐先生的公平。好，强一欣赏。谢谢。列出阿妹嘅松树，因為中國嘅吼，最重要有個重點就係節奏，還有口氣、咬絲。唐以中國吼，你嘅咬絲非常嘅清楚，係你嘅優點。但是你歌唱比賽嘛，可是你要注意，我感覺你唱歌都係喉音啊。要怎麼你全部唱歌係用喉音呢？因為你唱歌嘅共鳴幾乎沒有，唱歌哦。要让它提上去，怎么样提呢？你完全没有提哦，你这样哦，你大可以给空间哎哈，我们的这个你嘴巴打开来哦，你会看到像小舌头那个地方很多悬雍垂啦，那个悬雍垂那个地方哦，要提上去。中国世界，锵锵天气，你当你提上去的时候，你整个脸型整个都会提上去。你专一练看，行不行？对，我们每一位老师都是耳鼻喉科老师，真的，而且还有美容科的，你看，难怪老师那么漂亮，常常拉提我。哇，对，安尼就看一下两个分数了哈，来，看一下姜伟总的分数。要到分数应该留下了没问题。没问题啦，没问题。行。好，恭喜恭喜啊！直接拿这一张草。好的，3人家落不你。哎呦，避免3禮拜3關咧，嘿，羅浩然帶來轉起主動。好嘞，躺好了。細細嘅世界，愛自期待轉起主動，硬幣動鬧熱，大家都來看家婆。強下衝山歌，家婆東北
冲山歌，去老爱歌，掠条歌通歌魔。一盘瓜子，三马30所，树根抱来树中丛，树中丛。爱看见你的笑容，你的温柔，爱曾经希望你平安快乐，你有通多么。爱的唱歌，爱袂是送去看你，真去主动。一条树根，三马3叉3，笑容，你的温柔，爱曾经希望你平安快乐，你有通多么爱的唱歌，爱袂是送去看你，真去主动。爱看见你的笑容，你的温柔，爱曾经希望你平安快乐，你有通多么爱的唱歌，爱袂是送去看你，爱袂是送去看你，真去主动。好耶，能一那样，白买东西。等一下会做佛茶整体主动，没有，做冬阴啊，做冬阴啊，没有啊，是够 Q。对对对，哎呀，为什么还要背个包包？还蛮个意思。这里面还有一个黑马，一个娃娃，奇奇弟弟，弟弟，这是装猫装狗的，装猫咪的哦，宠物包案哟，对，专门来拔的呀，哎呀，就。符合歌曲吧？哦，他有做一个那个情境就唱哦 ，OK， 就是刚好一聊的感觉。所以你很喜欢当背包客呀？对对哦，我上次去那个圣心车站，我的故乡啊，圣心车站，对我自己一个人去，然后我就背了一个单眼相机，那个什么。龙腾断桥，对对对，那附近那边。龙腾断桥就是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有没有？唐山大地震，然后就是震啊，然后就断掉。只剩那个桥这样。不是。唐山大地震，我都当真了。用没力量片呢？没有啦，我到那边的那个一个纪念用品店啦，然后我就站在门口这样，然后就刚用黑行业，然后来讲黑，你看起来冇冲行业哦。哎呀，从哪梯来啊？你啊？从香港人，香港人，我讲人係啊，行人哦。哎呦，你做得老外講合法嗎？我說做得啊。講我就稍微講了一下。後來我就看他在忙，我就老闆娘應該看他帥帥的才過來。到最後我要走的時候，我就在門口這樣，我就這樣啊，老闆娘再見，就這樣。他就給我一張車票，然後上面是寫永保安康。他說：“你自己一個人出來旅遊，你要注意安全。對，5年後我回去就找不到了。這樣。啊，你這樣常常當背包客，有沒有什麼豔遇啊？發生？目前沒有。對。啊，才不相信。長那麼帥，一定很多，真的。我想要講聽聽啊。下次如果有想要分享的時候，再跟我們分享。啊，留着下次說。然後我們這個豔遇很多的葉教授老師。豔遇。好，而且。第一點，我跟4位老師在商量，你恐怕是因為你的起音啊 ，key 就有點太低了，你可能遷就到後面哈，你不要
糖迄落T 点是讲 key 特带哈，所以后面的假音会唱不好。你只有到最后一遍的假音，因为唱大声的，所以你会唱得比较好。其他的假音都不是很好哈。还有哦，你会D key 正好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所以呢，可以是他那个 C 个时间那4句很可爱的那个4句哦，你不能去听点一下啊。可是太 gay 掰了啦，不是爱用的，你就从广发案讲出来，冲出来，张雨清请医嘛，吃盐，看到嘿冇吃盐，这个我冇进行，糖伊就是冇进行的啦哈，还有一点冇，给西姑到后面给。一盘瓜子那个，它本来就是要一个很戏剧的那个味道，但两个要对的很特别。不过头前就给掰了，声音就变扁扁了，所以那个地方味道就出不来了。刚老师为老师用啥这个产品讲，是在听打son你按会冲，你就按会表演，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很多小地方没有注意到，你会对你的要求，你冇空中嘞。因为我不能再像一般的歌手，就是说安永聪听到他按做或做对的，做不对的，对你来讲，你现在坐在擂台组位置上，你就表现出来讲，我是一个擂台组来抵亚述国恩永版冲，重点出哪一位，把它分析出来，然后该恩永版冲张威本人扛起了有哪个迷西。好不好？好，这点要继续加油，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跟耳鼻喉科医生问诊一下，对方面有什么状况？这个浩源哈，老师好。其实我讲真嘅呢哈，就你的有参赛者哈，讲人的表现的方式冇共样，去上线面冇共样嘛哈。有的人对他表演那部分，事实上他有独特的想法，还有给他层次不一样了哈。我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演的话要到位啊。什么意思呢？假如说你的表演这个三国的部分，你要唱阿婆的东西要到位的话，你就把你的声乐那个本事拿起来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唱完之后，你回到老师的这个伟如老师这个流行的唱法的时候，半假音的部分，你就直接冲上去。就你要把它完全分开，不是你把那个角色演过来，这个角色演过去。所以这个东西并不在于唱歌，而是在于你的心态。你设计这一个节目内容的时候，你已经设定按永远周，然后但是当你唱下去的时候，你感觉到就是说你演不像，这个才会扼杀你，你当狗属个生命。所以麻烦你有几分的时间，你要变先回到演唱的角色，再来去做表演，不是用表演来去替补你的演唱。哎呀，给你一个建议。好，加油，好不好？没有要补充了。好，没有了哈。李欣老师，感谢老师们的厚爱。这老师们就希望你好，还要更好嘛，对不对？来，讲两下清狗福，沈浩敏来了，来都不台中中的。开狗，有都不台中，跟他的分田书。沈浩敏开狗的亲力欢呢，亲力版听。双拜没中央，双礼拜没中央哈。哎嘛，双礼拜因为中央嘛，好来看一下。来看罗浩演嘅分数。山高粱比马衰呀。條粉都創台語歌呀。好樂歌嘅。好樂歌較多嘛嚇。他是有創客家歌嘅。客家歌係好笑嘅。哎呀，條粉看唔起客家歌嘅。哎呦，客家歌兒歌呀。來看一下。來看羅浩演嘅分數。险胜呢，哇！这分数没以后了哈，对对对，哦，安尼恭喜，安尼这个田乔兄的妹妹哈，不好意思了哈，一般有机会再过来哈。去法脸张英也喺民宿待啦。好，安尼就恭喜恭喜罗浩演等上你嘅避免炸爆米，你习惯，恭喜。
叫做传统主的保味正八岁。对，哈，也来介绍一下，你目前排名已经6礼拜，对，6关的，不过2礼拜平分嘅。哦，来介绍一下魏绵长哈。总一球，一个字。希望今晚有好嘅成绩。今日希望过关啦哈。安尼我进行比赛咯。系啊，比赛之前咧介绍下你金牌嘅安尼评审团员。正经哦。苍永庆先生、李秋霞先生、蔡提贵先生、罗英先生。好，来欣赏介绍他来进行比赛。TV 有请各位总比阵带来3个字。唐官啦。山河两比那水呀，才退了前啊，冲跳山了沟啊，来见了天啊。家己安尼詹雅文，嘿哈，鼻音够黑哇，也不是鼻音，他是这个转腔啊，有个什么鼻腔共，虽然你鼻腔转，做了动力害，系咪，特别都唱团语歌呀，好乐歌嘅，好乐歌较多嘛哈，他是有唱客家歌嘅，客家歌还好好笑啦，哎呀，特别看唔起客家歌啦，係哦，咁咩？把狂本人跳，跟唔做嘛特別唔學。做埋條牌冇得來變。係啊，去參加歌唱比，跟歌唱班哦。跳歌堂唔是啦，堂唔是，叫做學啊。對啊。你係哪人啊？我客家人，不過那時有就是我聽不懂啊，不會唱啊。冇接觸到啦，冇接觸到客家歌。聽不懂客家話、客家歌，又可以做定啦，對嘛？剛開始是不會唱啊，就是看不起嘛，一樣。你講係那錢冇可以學咧。係冇，那你錢係冇可以學喎。中班的錢，陷阱給我跳進去。可能就是錢那邊個冇可以學啦，就是不想學嘛，冇想學客家歌。唔過你下要啊，唱得清楚啊，你下要嘛嗬，最啱你啦。學幾多條誒？唔知講。客家應該有20-30條有了。30條哦，那比賽可以的啦。做的啦，可以應付比賽啦。流行歌哎。說他有一天這樣茅塞頓開，這樣突然開竅了。對。哎，我為什麼會唱客家歌了？胡彦健冇唱嚟啊！真的是真的。胡彦健就彈嘅事。那我希望改天我開竅，然後英文歌我都可以朗朗上口。沒問題的。做的啦，冇問題啊。哎呀，我們是什麼就做什麼，做什麼就盡量像什麼，對嗎？好，來，談一下欣賞的講。好，請高欣賞。裝設機創下3個字哈，相當平順啊，咬字也有章，謝謝。韻也做了以後，腔頭也以後，我已經咪創下哈，天一機來結言結嘅歷史哈，要較欠點的話啦哈，他要講起個主題啦哈，我跪下來講哈。知道有一些的江山，
哎呀，我嘛，敢不会？该不会？今年比上一次还好一点，有好一些的哦。上一次真的好紧张。上一次听说讲到尿布都是赔了，带货都是赔。更准那个。我会尽量哈，因为有安尼，因为有应该上台可能是你是有经验的人啊哈，不应该係我有江山的，不過係聽按創嘅嘅安尼嘅上吼，有江山的嘅有嗰種感覺就創，嘅然後有安尼嘅安尼。哦，你啊吼加油啦！唔過佢跪下來講吼，喺創個始終係一片天啊！哦，加油！好，安子誰得獎？這個看表分數。哎，看一下總比整個分數。93分。分數冇問題啊，過關嘅。係啊啦，哎呦，冇按緊總行啊！好，希望先生，好啦，先到恭喜啊！嚟啊，安子先生合作邊當草，係，沙雷係總分冇帶來落山歌。誒，彈個啦嚇。分唔開字哈，唔開字哈，評審先生好。對，給這個本身佢都要比賽，但是佢們係呢忠實觀眾，鐵粉哈，大禮拜都會丟人嘅有冇？晚餐啊，蹦飯啊，食飯蹦天師啊，係咪？有樣，係咪意思？係有樣，嗱眉嘛真好看，大白裝咩架吼，做皮衣看咯，咩翻到天師面前看，眼眉又會衝。什麼暗醬？頭髮開咩？我錯。哎呦，安厲害！高神3人人係啊。哦，係啊，高神嘅。以前係吼，我唱過比賽，我媽媽係冇獎啥冇做，你百貨公司都買本嚟，就買本嚟，買幾神，嘿，當支持啊。哎呦，係啊。安對人媽媽講係咩冇什麼做？嘢都冇做，我諗明講，嘢都我諗明講，我支神都難報啦，支神都難報咧。哦，支神難報。買嚟啊，自己買嚟。媽媽呢度寫做。媽媽95歲高神。哦，所以冇名啦。你前有來上節目嚟。哦，真嘅哦，必須嗎？咩就參加錄影啊？看錄影啊。記得依家唔講阿妹。按到西衝又未衝樣，我結婚去到麥嗰邊。真係啊！係啊，你講，哎呦，阿妹40人歲都
90歲差唔多，加90歲左右。哦。哎呦，婚姻那天特別我來咧。係啊。特別我來，我冇來喎，你幾時按到？你我看咗好咧。我跌到。特別我來呢。就像阿媽媽經驗嘅，來個六個母親節特別節目，也係腳痕啲痛嘅。真嘅㗎。腳痕無強嘅。係嘛好。係咪？真嘅。按多張嘢嚟講。實在老人家真係輕強就跌倒，冇咗樣嘅狀況。有養。好好保養。冇像按後生人吼，佢恢復能力較強。係啊。像我哋喺度唱歌嘅哈，不過太太世界比賽就上到牙眉。真嘅。因為從我買三本牙，又先好看，又懂知識啊。我當感恩啊，當感恩。你好唱歌本天堂，對啊，唱歌傳情。佢可能佢唱佢彈彈喺度啦，彈喺度，嚇。哦，搖口吼，來，安尼撒下來唱安尼，唱秋夏先生來講片啊嚟，搖口嘅人吼，唔知咁咩會藏書，我媽媽說到按藏書吼，要按搖口嘅哈，啊你啊細人講我對阿爸阿媽搖口嘅吼比較較少，所以最近傳到一個視頻吼，我要傳個我要買搖口阿爸阿媽，因為安尼咩會漏嘛，講漏嘛啊。好，安尼咧氛圍自然嘅相比以前較好，講老實話哈。唔過咬字方面可能要幾隻字，講到，因為呢一首歌曲唱到有人會唱，你會做嘢冇編出嘅幾隻字，全部係都做出來。摘茶，唔係摘茶，你去摘茶哦，你開始摘茶，摘，你開六腔啊，你現在摘。好，摘茶會摘2-3皮，你看2-3皮是人家2-3皮變樣嘅，2-3皮是眼腔啊，按唱比較有連貫性咯。3年莫看情歌面，你輸音嘅時間就比較氣不足，所以你在溫氣嘅時間，你頭前來幾多唱，感覺後邊你氣不足嘅時候，你就好輸音嘅，冇見到個變到後邊是哦。你就氣不足嘅，好，你就要運用你嘅技巧，唱歌技巧，再去慢慢訓練哈。什麼先生？熱身唔係熱，1-2-3係熱身啊。啊，老山歌我哋調歌上來唱音，雖然係自然唱，但是你自家唱，即使要彎氣，即使要輸音嘅時間，嚇，你咪注意，嚇，你冇個頭前來唱，會不會比較合不足？呢方面係要機會嘅，希望你繼續加油。哎呦，好，先生，特技都有問題。先講冇乜問題，還有兩問題嘅情況。叫我睇下一拜有機會，睇落去種係乖乖哦，唔知哦，看一下分數就對啦，吼，看一下總分每一個分數。91點，一個分數係冇一聽啦，還要看後背，係啊，看後背樣係變咯，嗬。冇睇嚟啊，按沉水朋友，佢話特別重視嘅分數，即係感覺今日有辦法留下來冇？可能冇，可能冇啊，哦，係冇一聽啦，係啊，係冇一聽啦，你坐定音阿彌陀佛講，咁好抱怨，好，按住先啦，哈，多謝，所以呢當錯，好啦，沙落啦，沙落係彭水峰帶來3個字，嚟彈個啦。
风太高哈，两位好，你好，你周边时间也慢慢一顿出家咩？哦，解下我买人嘅手诶，手到讲哟，快嚟3年。哎呦，唔係全部做3年哦。我個同學要手20年咧，20年，要手一張年咧。佢用4年冇有20年嘅，你這樣。我個年字就要講誒。佢用4年冇有。係哦。我唔知啦。佢可能要乜嘅？太乾嘅聲音都當我。哦，嗰種係偏言詞嘅啦，貼片嘅。佢用是有嘅，佢全部都係3年嘅。應該是有20年要一張年咧。哦喲，我同學老年下嘅替代役差唔多啊。我同學當導演處多。哦，真嘅。我係前後面處咗3年。3年哦。哎呦，訓練嘅。個處多嘅兩張嘢嘅可能他有什麼隱疾是吧？還是什麼？冇呢。冇啊。身體當好，身體當好，病也好啊。嗰個家族好講啊。越很後面，對，講到後面其實壓下現代人還是很後面啊。係啊。你說深夜啊，就西藏嘢天天。左邊西藏嘢落去，一下轉來啊，冇吞嘅啊，因為夾嘅，替代役是6個月。6個月6張年哈。對呀。唔過我左邊當好啊，我要4個歲呢。4歲。快點係。哦，做海軍啊，少爺兵啊，係少爺兵。對對，少爺兵。唔係少爺兵，誒係海軍係咪？哦，空軍少爺兵，陸文兵嚇，係唔知係一樣講。空軍嘅少爺兵啊，對對對。啊，計同陸軍員講係咪K 士兵啊？咁講係唔知啦，計兩時咁講法啦。對對，海軍什麼兵號？你們在底下留言，好不好？好，來，昌泰的唐先生的公平。好，請鐵貴先生。好，阿水峰哥佢俾帶來3個字，係。伊個商量係一個特色啦，吼，商啊，唔單止量要太鹹，吼，佢俾你帶一個3個字，他媽講創要創青春啦，但是只不過吼，有一系列地方還要同講一下，愛中一條人愛幫，愛中一條，也到位，我知道你賺的鹽就賺冇錢講。愛中一條啊！其實你們唔會錯，你講3個講人唱講人的強，講人唱講人遠，但是嗰個係你要唱比順的話，也到小可要注意下吼。還有我參與最尾一段吼，愛練一個人愛長嘅時間，他幫我有同講，因為也本身的上量太。所以講你唱10分太時間，人上壓高音樂落去，你就會冇注意到個節拍嘅問題。所以還有一細細的理念，但是還要注意哦。繼續比賽法，你要節拍自己一天來扮了，一天來作戰來，繼續加油嚇！我覺得他們可能時間應該走到裡面有走半點鹽當初啊。有啦，有啊，奇怪哦。可能正經冇聽到音樂嘅嘛，聽唔清楚。哦冇，OK，好，安尼來看一下分數。好，看一下彭水峰嘅分數。哎呦，93分，恭喜你過關啦，嚇冇問題，按姿勢，嘿，來，上邊正邊當沙下來，沙來係一天幾好帶來平白。等我啦。
标记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哎，今日唐迄个上嗡嗡啊，係啊，要感冒係嘛？冇啊，哎呀，哦，也係夾哦，膝蓋嘅共鳴點嘅問題啦，係啦係啦，一啲數。鼻腔嗰種共鳴，一啲數，有時候感覺感冒上，有些阿桑有嚇，唔咩啊，唔咩阿桑，嗡嗡桑，嗡嗡嘅，唔係嗡嗡啊，鼻孔嗰片，嘿嘿嘿，哦，一樣喺平常時啲要靠種菜咁多一樣，冇感覺要感冒咧，奇怪，唔會啦，叫開心農場啦，哎呦，好，當然都心情好，唔會啦，我跟你講親後面咧，誒唔係清上嘅種菜嘛，最有興趣啊，有興趣啦，興趣啊，即係我睇有動態片嘅農地啊，冇唔係畫順風啦，順風。即家啲啊，即家啲，唔係偏遠啲，唔係，即家一系列啲啊，做得種差唔多1度嘅菜。哦，種菜做得種1度，差唔多要500人左右嘅。500平錢大咧，500平動態。嘅天，本來係種乜嘅種？以前誒加講加係絲田啦。哦，絲田有田，哦，也係田收耕誒。收耕誒，種菜種水果啊。誒，對。啊，清好咧，無毒，又做得自家食，又做得賣。係啊。我賣下少啦，賣下少哦，這個是卡，這個是唔睇做得賣皮啥？對，是唔睇到下把握拿去賣。你有種過乜嘅東西嗎？係種蘆筍啊，蘆筍這個種。韓國嘅3年前啊，種嘅你買嘅黃梨楊啊，種3年都唔會結子結果，啊，今年全部都結咧，我成個很開心喎。哦，真的啊，懂成就感，知道有成就感咧。哦，但是也黃梨台灣過剩了啊，係啊，你買都來。幾多種自家種咧，自家種咧冇共用啦。對，我媽媽建議們原本嘅1包嘅呢香菜苗啊。香菜哦。香菜苗啊，拿1包啊，粉紅色，看起來是粉紅色。我真見。同我種一下，我講好地下，我當。關於那個較太陣死角嘅，從冰冰啊壓落去，看有辦法。結果眼盲撞到佢自家唔知呢，啲眼後尾就潛到一隻細盤咧，就拿到冰冰落去啊！就中意來咧。一冰就生了。係啊。哦。既然佢清好生嘛，像嘅香菜嗰種，又係講切成叉嗰種。只要水咗佢都生。哦，係啊。以為菜以後種，以為菜之前冇種嘅。係啊。我媽媽做按客家人親口嘅試驗場嘛。對嘛，我都買到1盤2盤咧，就種，叫做嚇從種試試。係，種試。奇怪，試驗場冇按好種。咩清好種嘛？奇怪咧。嗰條班牙婆種嘅時節，順風青菜邊就切架就上去了。奇怪啊！以為親人種，唔是特別估計。特別去估計，見到還唔會生。係啊。蘆筍都多係種。本來想標到個鳥可以嘛？有機嘅有機。皮料較好啊你。冇聽較好。好啦，청台唐先生嚟講。好，창희先生。好，各位你哋書評版吼，聽叫正從起來，其實談起來一流暢，所以係講。入人就係你哋係談起來吼，應該上入口試就係壓到。咁就係想講，因為我在發練又談你表演過，該上度動量，咁可能係你哋片吼，可能應該身體呀冇時間啊冇習慣吼，可能發練開片嘅空氣下自然吼，冇像啲片浪氣為浪吼，所以我想你此時下去為比賽咧係你為注意嘅吼，就係你自家係上為保持好來吼。韓國講到係講就係壓上就係。基本從個評判，比如講，該提2季，韓國提4季，出門流傳，嚇，你係帶入美時間咧，談起來就會很明顯，嚇，佢樣板落去從到上學，談起來係當強力，然後當柔，嚇，我想你可能你做得一個加強一下，另外就係本意則建議，因為我啲本人嚇當早期嘅時，大家從三個習慣會加時，唔過會加埋時，唔啲嘅時就全部加來。好，譬如講，燕小劍、多義劍，嗬，都會加咗來，嗬，兩件事加落去，唔係唔好，唔過可能要看下合適嘅事，我想就咧思考一下，可能會本兩書歌曲
贵书堂以內，貴書堂以內會喊下好堂，新夢兒。新夢先生。安子姐，好，好嘞，我哋看一下佢嘅分數啦。一天叫嘅分數。哎呦，呢個分數按做對咯，係啊，要考慮冇問題，冇問題，係啊，好，啊，繼續種菜啦，嚇，種下多啲菜，吃下食，吃下種，吃下食，啊，咪較健康，較健康，無毒，哦，那個時候減那個皮料嘅話，吼，我做啲提供俾我本人，身體當做皮料，你要按到皮料係，有機嘅哦，有機，按子些，可以哈，真非常錯，好啦，按沙下來咧，沙下來係避免流關嘅，仲一條帶來羅山歌，來，聽下啦。台悲傷，無強鬆啊！上雲神夢太假，來自高難。我愛感恩啊，在心中啊。呢個之後，兩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喂，一比到一下應該唔會有咁嘅緊張嘅嗰種感覺啊。應該係。肯定冇喲，肯定冇喲。多少少係啊？上台嘅時間就冇啦，6嘅啦。哦。上台嘅時間。應該係我上台嘅一剎那。係。企多兩片就唔好緊張。對啊，上去就做問咧。講到嘅緊張吼，係特別到過種嘅時節啦。學習冇考試考睇咧，先生講。很有時間，叫你大部分嘅同學吼，冇機會上講台咧講法啦。喺你下規定吼，聲音啊上來講5分鐘嘅法，介紹自家。結果輪到我嘅時節吼，我記得吼，我最記得我上去嘅台檔吼講5句話嘅人，我就緊張到吼。乜嘅話都唔記得，唔曉講，企5分鐘就下去。啊！就5句話講出來，就企咗5分鐘就下去。從今以後哦，上台我就當鏡。哦。後來我就演員就錯嘅。我讀書會講，醫生講半點鐘，上去演講半點鐘。分享啊樣。佢要準備啦，嗬。啊，半點鐘我要講睇啦，唔過嗬，嘅內容嗬，實在講得冇充分啦，嗬，就是都未講當好啦。啊，後來。我就愛到嘅喜歡到嘅山歌咪吼，講我以後哦，幫到2個人呢，我線上就講，本我去嘅上台去表演，今日做中秋節暗部吼，夾白紗哦，我去表演，雖然當緊張吼，
其实人唱到70-80分了，最多上样型啦吼。我欣赏动态咱们讲出本来都去表演。你该有想讲，你唱山歌啊，唱歌的吼，又唱头又好表演啊吼。哎呀，欣赏到底又出去唱本台家堂，安样是。有练习的机会啦，所以我就从家就学了7-8年那样，就为到吼克服了上台的紧张啦。係啊，我樣來比賽時啫，佢哋當緊張，超下老師講誒。不就款面當，輸贏定咯。我自家看個片，我自家演看演笑，當生氣。原來佢當緊張。我講你啦，我都有嘗試上台時間我緊張。共發時間，唱歌可能有準備好，喊他好一些。對，係啊。我是輪到主持人當機智當背啊。我是一到舞台關係，那個是我哋去新的一個舞台，沒恐樣俾我緊張啊，摸索咯啊，摸索咯，慢慢摸索。啊，咁我嘅你啊，拄到我哋個天兵吼，你都要接得多法，也太冇簡單。天兵，我到天兵，天兵喊他多，唔會輕功的輕後背有太過輕後。對啊，唔算天兵啦，好啦，嚟唱對了，唐先生講評啦。唱高中欣賞。總首是也對也比賽吼。有按多次嘅經驗，嗰度夾喺颱風吼，我也有幫我來，我知道夾颱風當有進步啊，哦，聽佢講法咯，唱歌嘅兩個目標樣嘅上，表示佢唱歌嘅時候，夾喺上係有出力咧，哦，也全部夾喺優點，但是佢今日唱也落山歌吼，我認為佢還係有多少嘅緊張哦。江山啊，還係要江山。佢咬絲冇乜問題，但是佢嘅一個來場音吼，特技嘅來場音，不論強鬆嘅鬆也好，詞愛痛嘅痛也好，至高嘅高，包括親密嘅佢在心中，也按到嘅牽音吼，就牽來無親穩聽，根本。都咁樣，你也係佢咁樣唱下路上講啊，知道佢還是很需要加油嘅。我相信佢唱嘅原則上來講，太快冇乜問題。係咪唱路上歌嘅時間，也一定要加強嘅地方嚇。加油！安子先，你超下先生啊，補充。好。兩個橋出你必須多了為咁樣以來吼，你音質好，個是大家就抵肯定的吼。不過你落山各方面正經高中講嘅加強，太嘅加強，吼。因為家體育機都每人吼冇輕鬆嘅時間，真嘛冇輕鬆，因為你走音。你來唱音嘅時候，你講音準，你表音表得，聽到懂清楚。所以今日咧落山歌，除了甲高中講嘅吉他所在吼，還有吉他師吼，當多人必須多後背時啊，大潤佢咩後年佢咩做出嚟，你冇強鬆哦，做得非常嘅明顯。所以你叫講按多些必須要今日你嘅表現哦，係比較好實爽哦。注意，所以你專業時間，你落山歌你再加強哦。加油！好，也比到也慘嘅，真係吼，沒有注意啊。習慣咗注意啊，其實佢加嘅嘅分數冇一好啊，你緊張乜嘅啦？佢有嘗試冇一聽哦，敷衍嘅就緊張啲，係啊。後來也考加分數啊，我根本有兩三評分，而先搶到 NDF 台檔哦。哦，那兩位，比真子還有隨風泰國，好啦，搶兩位來到舞台當中，哇，兩位分數按高啊，你哦。好的。你看，所以應該順風。加少啦。聽下來看總野球嘅分數。來。像我學生今天特別有心，想要教吉娜姐幾個。我嗎？對。哇哦！就先教幾個簡單的動作，那你要手叉腰，或是你覺得你有什麼漂亮的 pose，你都可以擺出來。對不起，他沒有腰。沒有，我就摸在那個有像腰的地方就附近這樣。然後來看總野球嘅分數。來。
冇問題，過關的哈。啊，但是是另外一面啊，呢種氛圍啦，哈，氛圍字嚇，較排些，哈。係啊，喊把有機會走過來哈，這裡啊，還要一隻舞台隨時歡迎你。好，安子說哈，啊，留下來朋友恭喜啦哈，哎呀就。下咗先恭喜哦！先請你嘅熱球子，帶上你嘅 V 面炸嘅部 V，一起關哦！恭喜恭喜！恭喜熱球子！向前來電報，今日按歡喜啊！唔單止愛歡喜啊，那所有現場的朋友，還有連攝影大哥眼睛都亮了。真的，今天哦，今天那個氣氛不一樣。真的，今天要到單演啊，東歡喜有搶到一群辣妹哈，還有來點報啊，來點報，兩群辣妹哈，喺來吃導演的吼，佢哋嘅舞台嘅風格哦，非常嘅導演哦，也係倆最近吼一次呢吼，非常嘅家家做的看到佢哋嘅表演。哎呦，真的啊，家做看到，哇，安尼今日安尼真的懂幸福啊！喺現場做的看到佢精彩表演，近距離。嘿，等一下我們再好好來跟他尬一下哈，尬舞一下。尬舞一下。好的，先嚟看佢的表演來。歡迎 Joy Life。Too much. Oh, baby, what's I got so bad?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anything. Baby, can you handle it? 뭐라던 still don't give a what. 맘대로 계속 떠들어 they talk about me. 뭐라 너, 뭐라 하노 at you. 그래서 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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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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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사람 없어 어딜 가나 wanna touch me Look 이게 내 원래 swag 불만 있는 애들은 물이나 쳐도 돼 자 옳지 그래 옳지 Scary dollar you can talk this 들어봤지 알게 친구 맞아 나를 시기에 I know 나만 혼자 여기에 매일같이 난 도마 위에 I know 씹어 나 웃어줄 때 I don't care 전혀 상관 안 해 I'm okay 내 자리는 여전해 시기 질투다는 곤란해 I know 사실 조금 위험해 너는 너 나는 나 hey, 이렇게 저렇게 상관없이 너는 너 나는 나 이렇게 저렇게 이렇게 저렇게 이게 다 내가 잘 나가서 그렇지 뭐 내가 예뻐서 그렇지 뭐 다 부러워서 그래요 Baby I'm that all day 내가 잘 나가서 그렇지 뭐 내가 예뻐서 그렇지 뭐 다 배고파서 그래요 Sorry I'm a lover 참 옳지 그래 옳지 You can touch me Don't touch me 참 옳지 그래 옳지 You can touch me Don't touch me 참 옳지 그래 옳지 You can touch me Don't touch me 참 옳지 그래 옳지 You can touch me Don't touch me 哎呦，这大家老师好，
这样就对了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制作人多好啊！哎呀，真的，对啊，我刚刚才在讲的英国 BBC 的这个有经过调查，我们人呐一天要至少看5位美女，才能够延年益寿。好，今天你看就派5位美女来了，真的，哎呦，这个，给你们自我介绍一下，Joy Life， 来一一介绍，嘿，大家好，哎呦，我係馮綺瑩，馮綺瑩。客家人啊，客家人啊，客家妹，客家人。哎呦，客家妹啊，哎呀，很喘啊，很喘啊。大家好，我叫刘子杰。子杰，哎呦，子杰，下一位。大家好，我叫林佳慧，谢谢。林佳慧。哎呦嘿。大家好，我係陳珊瑩，安子 C。旅行仪啊，旅行仪哈，嘿，旅行的时候哈很适宜。旅行仪是不是？任何外场都很。我教你们用客家话来介绍自己，好不好哈？哎，很多我大家好，大家好，我很多，我很多，旅行仪，旅行仪，旅行仪，哎，旅行仪，旅行仪。哦，好了，差不多。哦，他不是客家人嘛，好了，大家好，大家好，我很多零咖啡，我很多零咖啡，零咖啡，哦，哎呦，你不是客家人，他来了，用客家话来。大家好，大家好，嘿，我很多刘志杰，我很多劉志杰。刘志健哦，哎，至少都好多名哎嘛，然后呢客家天师的。你怎么这样就回去了？还有一位啊。哦，男生就不用理。男生交给我了。哎呀，对，还有一个。你还给人欣赏老师。老师哈，老师好嘿。哇，还好你是姓周哈。对。还好你不姓林啊。对，林老师就不好了，对。周老师，哎。大家好，我是 Joy Life 舞团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我叫周玉轩。哎，老师好。那应该哇，刚刚这已经跳到这样，那老师更不得了。老师就不得了，真的啊。是哈。哦，是，而且他们也不敢不点头。是。先供一下这个团的成立的故事，供一下。我们舞团成立于2017年，对，当时我们成立这个舞团的时候，因为我跟其中一位创办人，那因为我们也都是舞蹈系毕业，我们是大学同学，那想说，想要来到杨梅这个客家庄大本营这边，因为我们想说。杨梅的小孩子如果要学跳舞的话，都必须要往中立或者是市区，甚至是台北的地方学习跳舞。那我想说，我们已经学成了舞蹈，那我们就在这边让他们当地的小孩子可以不需要往外跑，就可以接收到很多流行舞蹈的资讯。这样很聪明，你看对不对？哈，这个杨梅这个资源比较少，就竞争就比较少。对。啊，学生要学习的话，就不用跑那么远，对吗？融入在地啊。这样子是，这个很多现在很多青年都是这样，在外发展，青年返乡就是冲起来台湾的，没错，这样对地方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哎，刚才有介绍到那个什么开场的那个舞蹈，对，那个叫什么舞？其实他们跳的是韩国的 K-pop。K-pop 对，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其实 K-pop 来讲的话，这是简称，它正确的名称叫做 Korea Pop， 也就是说韩国的舞蹈，对，韩流舞蹈。哦，它有一些韩国的元素在里面，对，其实大家会很。现在因为 K-pop 比较流行，大家都不太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看到韩国的一些偶像明星，然后看到他们的 MV 舞，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是 MV 舞，但是其实韩国的 K-pop 它不属于任何一种舞蹈的体系，它里面有很多舞蹈的元素，有包含街舞的元素，甚至是当地一些传统舞蹈的元素，你也会有看到。甚至肚皮舞、中国风都会有。哎呦，结合世界各地就对。好，我们先请老师有观后感言。他也是复健组的一位哈，他看得非常的兴奋。他应该没有你需要复健的那么多了。嘉修老师，刚刚那个老师讲说叫 K-pop 嘛，对 K-pop，还是刚刚哦，请你再继续加油一下。既然加了那么多安多哈嘎元素哈，你就想办法把
把这个团体，我们从杨梅的团体，从杨梅开始做成 hip hop， 不是很好。实在讲，真的要鼓励一下这些小朋友哦。实在讲，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有整齐，那种活力，对不对？很有精神，好像他们跳的比老师还要好。还要你不要给人家看扁了，对不对？秀一段，对呀，对，嘿，说来就来，什么音乐？来，来，你个欣赏。哇哦！这要 AKA 一下吗？这样有做对不？做的，所以就是那个太棒了，这样阿米啦。哈嘎 power。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带来第2个节目。真的，很棒。因为我们想要把流行舞蹈结合在地传统的客家文化，那我们有发现吉娜姐有一首歌传统客家文化，对，我听到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非常真的。哪一首？那一条歌？童花放客，童花放客，他的歌真的很适合，哇，好荣幸哦！谢谢你们。那我们待会可以邀请吉娜姐跟我们一起，我有这个荣幸吗？演出吗？你是说我们现场唱这样子？对。好哦。那这样更有看头啊，对吗？你如果放个 CD 那就没意义啦，对啊。好，我的荣幸，一个人唱，然后你们在旁边，对，哇，那厉害！哇塞，感觉好巨星哦！对，就是要这样子，来，童花放客来，嘿。有没有巨星的感觉？有，好有，还被搭肩了，谁搭讪我？哎呀，真的，好好看的一个表演啊，真的好棒，好棒！知道我们学生今天特别有心，想要教吉娜姐几个我吗？对，要了，你唱的那么好，然后又跳一下，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不得了，哎，你一副没自己的事啊！好，来，对，好，是。
哇，唱得好，然后又会跳，我跟你讲，那唱片一定多卖几十张。你不知道我以前哦，几十张，就罗哥的扣打哦。好，我就先教几个简单的动作，2个八而已。那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只要往前走4步。那你要手叉腰，或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漂亮的 pose， 你都可以摆出来。对不起，他没有腰。没有，我就摸在那个像腰的地方这附近这样。所以你有自己喜欢的 pose 都可以加进去。OK。对，那我们就先一起往前走4步。好，一起5、6、7走2、3、4，耶，没有错。对，拿出自己的自信就可以了。好 ，OK， 好。那我们4步完之后，等一下帮我双手跟右脚同时飞出去，所以长这样。飞出去啊？就长2只手。然后右脚先伸出来，对，所以双手这样子，然后再一起往内拉一个圆，对，拉圆，对，然后会指到前面，手还是直的就对了，对，双手都是直的。哎，这个好像以前包伟民有跳过，真的吗？复古的舞步吗？对，他还会前翻后翻的，对，所以你指进来之后，右脚轻轻的往外，就是有种踮起来的感觉，对，这样就很漂亮。对，然后这样子，右脚轻轻的点，对，所以它会跟双手一起拉回来。对，那这样拉回来之后，等一下这是5、6。那7的时候，帮我右脚偷偷踩出去。然后因为我等一下希望左边的屁股可以像坐椅子一样这样坐下来，所以其实只要左脚轻轻的蹲，就会看起来像是坐下来了。对，所以这是7。然后8的时候，帮我像右边的屁股被拉起来一样的感觉。可以，很棒。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做啊，对呀。顺便复健一下哈，对，我喜欢看人家来一气呵成，连续好来，哇，那我们从走4步开始，好，5、6、7、8，走，5、6、7 and 8，对，这样子很好啊，可以，我还蛮想看罗哥做一下，你有记起来吗？可以呀，可以哦，花俏，一起哦，5、6、7，走2、3、5、6、7 and 8。哦，很厉害。哎呦，罗哥好棒哦，他很适合。好了，可以了，好，走了。好，可以再下去我们又要剪掉了，可以去吃药了的啊。好了。哇，好棒哦，谢谢 Joy Life。这真的不容易。这个要真的要有那种灵魂才有办法磨，还要有那种对啊，武魂在，真的每天的训练很重要。每天训练，其实任何东西都一样啊。对啊，我们都是基础的功夫要做得很扎实。对，刚刚在跳的时候，我们一位老师也是一起在做那个，对，他也跟着一起做动作。对。我们4位老师，跳的感觉怎么样？我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元素的舞蹈。从小就一直很喜欢有跳舞的概念，所以虽然我也没有学过舞蹈，但是就是听到音乐我就会想动的那一种。但是用客家音乐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元素加进来是非常棒的。其实像周老师，我就非常鼓励你能够再继续帮我们带这样类型的小孩，或者这样类型的年轻人，因为我们客家真的很需要年轻的元素，再投入更多的精神在这上头。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客家音乐也能够有更多的突破。好，在音乐性的选择上面，根本要的后赏也就是年轻人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在我们所有的唱跳的部分能够做更多的结合。那也希望能够在世界上看到我们自己客家音乐的一个发展性，能够尽早能够有自己的光芒。OK， 谢谢。这个听说我们周老师不止这样子而已，是吗？还有更厉害的，他还有更厉害的，真的哦，他18般武艺样样精通。哇，呼吸调整好了哈，对，可以准备下一阶段了吗？其实我还有不一样的专长。哎呦，对，是哪方面？特技大铁环，特技表演，对。特技，你不是学舞蹈的吗？对，我除了会学除了学舞蹈之后，而且你是体育学院的舞蹈系毕业，对。然后特技是我自己去进修的。哇，好厉害啊！有特技，
难度很高。这非常有心呢。那这样安尼看一下，好，看一下几个精彩的特技表演，看有用的做嘛个特技，都看一下来。这有几公斤啊？这个我现在手上这把比较轻，但是它有12公斤。12公斤哦！哇，最轻的就是12公斤。那你有曾经拿这个试过，然后摇呼啦圈？有，可以哦，可以摇得起来，摇得起来，做得到。来，真的假的？来，我帮你。我们要清场吗？哇，好哦。来喽！哇哦！哇，这样头不会晕吗？哇，真给呢，平衡感要很好。对啊，哦，等一下停下来，会不会有那喝醉酒的感觉？没办法走直线，走路是偏的。哇，很真的哦。哦，小心小心！哇！哎呦！哇！哎呦！好厉害，好厉害！奇怪，这样怎么不会摔下去啊？哇！好帅！老师好帅！好帅哦！周老师 I love you！ 哇，哇，好 gay 掰，你看好 gay 掰，性感的眼神有吗？啊，有没有？性感的眼神，巴老师尖叫一下！哇！哦！哎呦！好厉害！他是因为看到了尤少奇老师，你看蛤蟆功哦，蛤蟆9次哦，蛤蟆功第9次，蛤蟆第9次。啊，老师的冰块腹肌都跑出来了。这样还能口袭啊，真的太厉害了！哇，力与美真的。哇，周老师，这个已经他对他有没有人环合一了啊？真的哇，赞叹老师，真的哇，有神快拜，真的赞叹。老师需要5秒钟，对不对？休息一下，缓和一下，可以多5秒吗？啊，可以多5秒，是不是？真的很厉害，这个环感觉很重哎。对。哦，拿不起来。它是纯铁做的，纯铁做的。哦，难怪它很稳。懂重哦，要没懂强的东西。你台湾构凸有没有暗板汉模？没有这样倒下来，表示很有重量在地板上。这个
哇，太厉害了！所以他这个是本身的核心力量要很强，对吗？对，它的本身的核心的它的力量很强之外，你的四肢的协调，还有包括你的平衡感都很重要。对，平衡感，真的。然后再由那种转圈的那种离心力啊，去做的嘛哈，那种感觉去做的那种。它整个跟环，然后还有这个角度都要配合的很好才行。对。不然我感觉容易倒下来。会像那个机车就不小心雷残这样飞出去。过弯的时候呢，都有一些技术在。哇，这真的不容易。这样要学多久啊？这个？我练习它到现在大概6年了。6年的时间。6年啊！当初为什么本来舞蹈跳好好的，为什么想要去学这个特技这一门？其实一开始因为我是一个很热爱舞蹈的人，那我在学校的主修是芭蕾。那有一次，在芭蕾练习的过程中呢，我不小心摔断了我的右脚，对，造成了我的右脚开放性的骨折。哎呦，那芭蕾应该就有点困难了，对不对？对，就是很多高难度的技巧，包括跳跃的动作，我就再也做不到了。那这个不会更困难吗？其实你们现在看到我站在环上面，我大部分都是用我的左半身去控制。哇，真的！所以我可以舍弃掉我很多右半身的力量。对，那其实因为在受伤的那一阵子，其实我的心情是比较低落。那一定的。对，我觉得我的舞蹈梦，甚至我的表演梦都没了。对，但是因为大学时期，我有一群好朋友。那时候有没有很忧郁啊？非常忧郁，我甚至想要转行去做工地。对，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从小学跳舞到大，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的专长，对，但是我体力特别好，我就想说，那我要不要转行去做工地啊，喝威士忌这样子？还好有好朋友鼓励你，明仔载开来，给你穿边边，穿边边，嘛是袂歹啦。对，就是后来也是舍不得离开舞台，然后在朋友的推脱之下，就是硬要把我鼓励之下，硬要把我拉出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就突然看到了这个表演，是大铁环的表演，觉得这个演出很像在环里面跳舞，对，我就想说哇，那我一只脚已经受伤断掉了，那就让他来代替我的另一只脚。是还好，你看人就是有时候不能太忧郁、太固步自封，走出去看一看，搞不好就发现另外一个世界是在关了一扇窗又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真的，没错，真的哦，还好哎。对啊，还好你没放弃，我们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真的哈，再尖叫声一下，对，老师好棒哦。是，老师这个可以做呼啦圈吗？可以，这个呼啦圈其实是可以的，它因为它很重，但是这有几公斤啊？这个我现在手上这一把比较轻，但是它有12公斤。12公斤哦！哇，最轻的就是12公斤。那你有曾经拿这个试过，然后摇呼啦圈吗？有，可以摇得起来吗？摇得起来，做得到。来，真的假的？来，我帮你拿。比较辛苦。确定可以吼？可以。那可能要我们要清场吗？哇，好嘞，好，可以了，好棒，哇塞，好屌！我好怕你腰断掉哦，好厉害哦！罗哥要试试看吗？我要，罗哥，你说要试什么摇呼啦圈？好啊，我可以教你比较简单一点基本的动作，简单一点，好来，我试看看，来，我帮你可以玩一下。有时候有几次去那种星光逛街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表演者，哇，好优雅，怎么可以表现得这么的感人呐？对，很感动。看完他表演真的很感动。有，我有看过。是，来，然后呢？好，来，好。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那我们先站在环的里面。站环的里面。踩在上面吗？站环的里面。站这边。那个我们眼睛要看得到它。好，看到它哈。好来。我们接下来需要双手。双手。对，双手先抓着它，啊，手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点。对，那我们待会呢，我们先左手放开，对，然后右手呢给我们的铁环动力往下压。对，放掉，用力往下放，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左手，对，然后接回右手，往前，然后右手放，对，右手放掉，左手抓着，右手要往前推，然后它会转一圈这样，是不是？哦，小心头。
罗哥好像太高了，这个环。对，罗哥太高了，对，然后就放掉。哦。然后右手是反手，右手反手，要往后抓，往后抓，往侧边抓，嘿。然后转回来，对，一正一反。对，没错没错。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喂。哎呦，真不容易，这毛安鬼啦！这个人家练了5、6年的时间，我们在短暂这个5、6秒要学会，这哪有可能的事情？对啊，真的佩服，真的好厉害，很厉害。老师好棒！这个下一次改天呢，有机会哈，这个私底下再好好教导我一下。私底下，私底下哈，不能收钱哦哈。不会。为什么不能收钱？因为你要拜师学艺。因为我是客家人。对，没错。客家你要缴学费，打个折扣就好了。OK， 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那个人，谢谢阿勇一起下来，一起下来一下这个圈子来，好，来。是，往后放。哎呀，谢谢，我们这个 Joy Life， 希望能够那个 Joy Life 做的，团呢客家所有的呢，新一推创作出来的歌曲做的配合腔可以跟我们的客家音乐一起结合起来，是，做出精彩的表演。K-pop 变作客家 pop， 可以吗 ？K-pop 变成客。Hop， 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期待。OK， 好，加油！谢谢。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哈。我们节目哈，还希望大家看到有欢喜啦哈。一开始好唱歌的朋友，积极来报名啊！给打电话來，96667浪6浪，還有傳真電話浪22778232，等太子給打電話。好，多謝大家多收看啦哈。今天要非常多謝安尼所有嘅評審欣賞，多謝你哋，謝謝。謝謝老師們，謝謝 Joy Life， 謝謝你們，謝謝，繼續加油 ，Hop Hop Hop， 是夢小天老師，還有用心欣賞，辛苦嘞！謝謝老師們，謝謝。還有李天作為公眾藝人，辛苦嘞！下禮拜冇唔記得啦，一定要準時收看《人嘅大擂台》。